Hello， 大家好，我係 Stephen Lam，Monterey Park 前市長，亦都係美國粵港澳大灣區基金會嘅主席。大家好，我是楊安麗，蒙市的市長，很高興今天可以來支持香港火災的這個 project。大家好，我係伍立倫 Alan Wu， 我係美國加州合桃市嘅市長，而家都係副市長同埋議員。各位好，我係吳靜遠，聖蓋博市嘅前市長，目前係市議員。咁喺度呢就好，我哋都希望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嘅朋友，咁希望大家早啲回復你哋嘅生活。咁咧好多謝今日市長，因為咧今日粵港澳咧Stephen Lam 咧就舉辦咗一個記者招待會，係幫香港嘅火災去救災嘅，咁係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林市長講幾句啊！好啊，各位香港嘅朋友大家好，我嚟自香港，我今日喺呢度舉辦呢個記者招待會呢，係能夠希望借此機會籌到款，幫助每一個受災難嘅家庭。我哋希望能夠將呢份暖暖嘅愛同埋呢一種好有生存得好有尊嚴嘅呢一種關懷呢，我哋送到佢哋手中。咁希望呢，我哋身在美國，但係呢個人呢個情懷呢，永遠都係同香港人喺一齊嘅。我哋有呢一度嘅粵港澳人士係好俾力我哋啊，係幫助我哋好多。咁我哋啲善款呢，我哋下一步呢就會送翻去香港幫助佢哋。咁希望大家團結一致，幫助香港脫離呢一個最黑暗嘅時候。多謝。多謝。我們今天來這裡就是要讓大家來捐錢給香港，我們把我們的愛從美國送到香港。我們這邊今天也有好多不一樣城市的人，那我是台灣人，外省人，所以我這邊代表台灣還有浙江送我們的愛去香港。謝謝。Thank you。香港朋友大家好，我係伍立倫合桃市。咁我呢就希望我哋美國好多人而家都做緊啦，嚟支持我哋香港人。咁大家出錢出力，咁幫助香港同埋幫助香港人。多謝。各位，我係香港出世嘅，咁對於我嚟講，香港就係我嘅家鄉。咁見到呢一次火災，我當然係心非常之痛，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盡我哋微薄嘅能力，呼籲我哋美國呢度嘅華人社會、主流社會都可以為呢一次香港發生嘅災難祈禱，同埋我哋希望有錢出力出錢，有力出力，希望大家一齊為我哋一齊撐香港。多謝咁多位司長啦，喺度我哋同大家講努力，好唔好啊？好。Yeah. Thank you.